歡迎各位明日之星參加第二屆全港學界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。請按照以下嘅報名程序參加比賽。步驟1：填寫報名表格同埋註冊帳戶。首先，請登入選拔賽嘅官方網頁，然後按立即報名進行註冊。進入報名表格之後，請填寫個人資料，並且選擇演講題目。要留意，如果你嘅學校名稱並未有提示喺列表之上，請按其他，然後再輸入你學校嘅名稱。完成表格之後，請按報名提交表格。成功註冊之後，會喺30分鐘之內收到一封確認電郵。步驟2：填寫演講內容。你可以選擇喺登記嘅時候立即填寫演講內容，或者稍後做都得。登入個人帳戶之後，請按選擇演講題目同埋填寫演講嘅內容。完成之後，請按更新個人資料。如果喺影片上載之前有需要更改比賽題目，請按更改個人資料，然後重新挑選參賽嘅題目。步驟3：上載影片。參加者可以選擇以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語作為演講，然後你將會進入 AI 平台，並且顯示你登記嘅電話號碼。記住，唔可以更換其他電話號碼，否則就辨認唔到你同埋交唔到作品㗎喇。核對資料正確以及查看咗條款之後，就可以遞交，並且允許儲存你嘅裝置上嘅相機同埋麥克風。再按紅色波點就可以開始錄製。你將會有不多於90秒嘅錄影時間，完成之後可以重看影片，並且重複錄製，次數唔限，直至滿意先至遞交。提交作品之後，系統將會上載影片去到資料庫。當你見到剔號，即係表示你已經成功遞交參賽作品。AI 平台同埋大會評審將會按照影片嘅內容、組織、論點、表達能力等等作出評分，挑選100強入圍名單。請注意，參賽作品只可以遞交一次，重複遞交嘅影片將不會獲得接納。此外，過去已晉身100強嘅學生唔接受重複報名，建議學生喺錄影時可以穿着整齊校服。留意你嘅音量控制，背景畫面係咪處於適合嘅狀態？以上都係評分嘅根據之一。要留意，參賽者喺錄製影片之後，並唔可以再次更改參賽題目，否則就會被取消資格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辦公時間裏邊同我哋聯絡。各位明日之星，立即 action 啦！